白鷺，優雅嘅婚紗超模，大自然嘅環境監測器。白鷺係鷺科嘅一員，佢哋就好似鷺科嘅超模，永遠都着住一身白色套裝，行出嚟就自帶仙氣。白鷺有好多種，例如大白鷺、小白鷺同牛背鷺等等。簡單嚟講，大白鷺體型大、灰黃，腳色多變，行為緩慢；小白鷺體型細、灰黑，腳黑，行為活躍。佢哋分布喺全球各地，特別鍾情熱帶同溫帶嘅濕地。特點：白鷺嘅特徵就係佢哋嘅長腿、長頸同長喙，加上全身雪白嘅羽毛，睇落就好似鳥類界嘅芭蕾舞者，舉手投足都充滿優雅。生態同習性，佢哋係遷徙鳥類，飛越千山萬水，簡直就係鳥界嘅環球旅行家。試諗下，今日喺香港嘅米埔，聽日可能就飛到日本嘅北海道，行程排得密密麻麻。講到佢哋嘅習性，白鷺係肉食主義者，鍾意食魚、青蛙、昆蟲同細小嘅哺乳動物。佢哋嘅捕食方式好特別，就好似玩唔准喐遊戲，靜靜咁企喺水入面，等住獵物自己送上門。當獵物一出現，佢哋就用長喙霎一聲，精準無誤咁將佢捕獲，效率高到令人驚嘆。繁殖季節時，部分白鷺會生出特別嘅羽毛，叫做色羽，作用係俾同類知道佢已經成熟到適合作配偶同埋繁衍後代。長有色羽嘅白鷺就好似着咗閃靈靈嘅婚紗咁靚。牛背鷺，牛背鷺就比較特別，佢哋鍾意跟住牛群一齊活動，食牛背上嘅昆蟲，所以喺香港嘅農田同草地入面都可以見到佢哋嘅蹤影。佢哋同牛之間嘅關係好似一個互助團隊，牛幫佢哋攞亂昆蟲，佢哋就幫牛清潔背部，真係名副其實嘅牛背清潔工。同大白鷺同小白鷺唔同，牛背鷺嘅羽毛會帶點淡黃色，俾人一種獨特嘅感覺。冷知識：白鷺仲係大自然嘅環境監測器，佢哋對環境好敏感，特別係水質同生態系統嘅健康。白鷺鍾意乾淨嘅濕地同水域，如果某啲地方白鷺突然少咗，可能係水質變差或者食物鏈出問題嘅警號。喺香港，米埔濕地嘅白鷺數量同多樣性就係評估濕地保育成效嘅重要指標。香港文化，喺香港文化入面，白鷺代表住自然嘅和諧同美麗。佢哋翩翩起舞嘅身影，俾人一種寧靜同純潔嘅感覺。佢哋唔單止係大自然嘅藝術品，仲係香港生態嘅寶藏。保護佢哋嘅家園，等呢啲婚紗超模可以繼續喺香港翱翔啦！